他这里也说了，如上金刚教中所说，莲花生大师三生的有无是无量无边。这个插图而言，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就在这个插图而言，也就是包括呢白居子3000娑婆世界上下四方的36世间界一界分别的不同路道等处就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而言的话呢，按照那个像如意宝藏啊，就还有一些这个无光尊者的其他的一些教言里面所讲的一样的话呢，那么就是36层世界啊，就是毗卢遮那佛的36层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莲花生大师也是有不共同的一些各种现象来就是度化众生的。然后我们这个六道众生当中的话呢，你如果是能了解就是文解脱的这个法门的时候呢，才知道说莲花生大师呢跟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在六道这个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幻化身来就是开始这个度化众生的实现就是名号身体迥然有别的种种有我。在我们这个南瞻部族而言呢，它也是实现了一个身体8种名号12身变等不可思议的幻化弘扬这个佛法的。从我们这个时间呢，就整个时间当中呢演的话呢，就是也是莲花生大师呢就是有这个8种名号，就是8种名号的话，其实8种不同的这个划线可能我们以后方便的时候看看那个就是莲花生大师的一个这个8种这个化身的这种唐卡就那个唐卡里面的话呢，中间是就是平时我们经常修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然后它的周围呢就是都有不同的那个我哪里有没有啊？就是应该好像有，就是有8种不同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神像啊。